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Technical 電資訊嘅 YouTube Channel。咁之前嘅教學片段啦，咁都有教到唔同嘅邊曲嘅使用方法啦，同埋唔同嘅指數分析啦。咁今次咧就會同大家講一啲比較大眾大路少少嘅嘢，即係恒生指數啊、恒指期貨呢一啲。咁之後亦都會教一啲可能期權啦，咁令到大家喺市場嘅路上有多啲嘅工具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咁留意翻呢一個唔係投資建議，咁純粹係一個介紹同埋一個簡單嘅簡介嚟嘅啫。咁我哋事不宜遲，馬上開始。好，咁乜嘢叫做恒生指數呢？恒生指數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你成日聽到嘅 HSI。咁佢係一個香港股票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啦，即係可能你成日都睇新聞見到今日恒指升幾多跌幾多，咁好多嘢都係同恒指係有掛鈎嘅。咁佢係有唔同嘅成分股去組合而成，咁而佢嘅分類就包括一啲工商啊、金融啊、地產或者一啲公用嘅事業啦，咁亦都有唔同嘅藍籌股市值計算出嚟嘅。咁呢個藍籌股呢，即係一啲股票喺個行業入邊有個好重要嘅地位，知名度都好高嘅，例如匯豐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啊呢一啲人等。咁呢，其實你上網打啦，香港恒生指數成分股，咁喺第一個頁面 AA Stock 嗰度，咁其實都望到佢有好多唔同嘅股票組合而成嘅。咁例如呢一頁咁樣你會見到佢除咗騰訊啦，咁有比亞迪啊、香港交易所啊、美團、網易、京東、阿里巴巴，咁亦都有一啲可能百度啊、恒生銀行啊、友邦、快手呢一啲。咁詳情嘅話都可以自己去翻 A Stock 嗰度，咁打翻恒生指數成分股就可以睇到噶啦。咁呢一個呢，就係香港交易所入邊嘅資料嚟嘅，咁下底都有條 link，咁我都會喺 YouTube 嘅簡介嗰度，咁就 share 俾翻俾大家嘅。咁一般嘅證券市場，證券其實即係股票市場啦。咁佢最簡單就係早上9點半開市，去到12點鐘。咁12點鐘到1點就係放飯時間，然後下午開市就由1點鐘到去4點鐘嘅，係啦。咁留意翻啦，係1至5嘅啫，係啦，公眾假期除外啦。咁而恒生指數嘅期貨咁就有少少分別啦。咁期貨其實有分大期指同細期指，咁大期指就係50蚊一點。係啦，咁細期指嘅話陣間會講到嘅。咁期貨同指數有咩分別呢？即係同頭先個股票啦，同埋恒生指數分別係咩呢？即係期貨係有合約月份，即係我可以睇呢個月、下個月、下3個月或者之後嗰3個月。即係我例如可能睇呢個恒生指數期貨3月、期貨4月、期貨6月、期貨9月同埋期貨12月都可以嘅。咁而佢嘅開市時段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就係由9點15分開始去到12點鐘，咁即係話9點3到9點半呢3個字係得期貨係會喐嘅啫，咁恒生指數同埋股票係仲未開始嘅，咁而1點鐘開始啦，咁亦都去到4點半，咁同埋有個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係有夜期嘅。期貨係有夜期，就由5點15分到凌晨3點鐘開始，係啦。咁呢啲嘅期貨啦係有最後交易日嘅，咩意思呢？就即係合約月份，例如3月啦嘅倒數第2個交易日。舉個例子，3月咁31號係星期一，佢係最後交易日，咁前一日係星期日嚟嘅，咁所以就唔計。咁所以就28號星期5就會係倒數第2個交易日，咁呢個位置要留意嘅。咁同埋佢啲開市前嗰啲純粹係佢嘅競價時段啦，即係8點15分到8點45分到9點15分嘅時候，就會有個競價時段。恒生指數期貨嘅波幅會特別大嘅。咁啱先講完大期啦，細期純粹係個價錢唔同嘅啫。咁細期就10蚊嘅。咁大期就50蚊啦，咁入邊啲資料都冇變噶啦，即係佢係由9點3開始啦，咁晏晝1點到4點半，
咁夜期就到凌晨3點。合約月份都係倒數第2個交易日嘅，咁呢個要留意翻啦。咁其實啲人話炒恒指好高風險喎，咁點解會咁高風險嘅呢？咁我哋又係用翻交易所去做一個例子。咁呢個資料咧都係香港交易所度出嘅，咁下邊都有條 link。咁記住啦，投資涉及風險，咁投資之前要考慮下自己投資經驗啦、財政嘅狀況、投資目標，咁亦都可能揾翻啲投資顧問去睇下自己適合做啲乜嘢嘅投資啦。咁因為咧，其實恒生指數都幾萬點噶嘛，即係而家都24,000點左右啦。咁佢如果一點係50蚊嘅話，咁即係話其實你一個恒指大期係120萬，細期10蚊都要24萬。咁所以咧，你買恒生指數咧，當然你唔係一買就買82萬啦。咁佢係有一個槓桿喺度嘅，係啦，咁就大概10倍左右。咁下低張圖咧就會講咗俾你知啦。例如而家你一張恒生指數3月份生效期嘅，咁你一張 HSI 咧就要差唔多10,04,000蚊左右。咁你個戶口要有83,000蚊嘅維持按金。咁如果你少過83,000咧，就有機會斬倉噶啦。咁所以都建議翻可能留翻20萬左右啦，咁就喺個戶口度咁俾佢去做嘅。咁所以你會見到82萬嘅嘢，其實我而家10萬就買到啦。咁大概10倍槓桿啦。咁跨期嘅話就會細啲，24,000同19,000。咁細期因為除5啊嘛，50蚊變咗10蚊。咁所以呢度都會除翻5嘅，除翻5咁樣咯。咁所以如果可能有啲觀眾啦，咁未開始接觸恒指嘅，咁都想細細地少少地玩住先。咁細期會比較適合，因為佢嘅維持按金、基本按金都係2萬蚊左右。咁即係話你就需要擺可能5萬蚊喺個戶口度，咁都已經可以維持住噶啦。咁至於唔同嘅公司啦，即係例如可能耀才牛牛富昌咁嘅按金同埋嘅基本按金、維持按金都有機會唔同嘅。咁詳情就要揾翻你哋自己用開嘅交易工具啦。咁至於啦一啲合約月份嘅參照表係咩意思呢？咁唔同嘅公司都唔同嘅代碼噶嘛，即係例如網易係9999咁樣啦。咁恒生指數都係有分嘅。咁呢個圖就話咗俾大家知代表月份期貨月份代碼，咁認購定認沽。咁呢一 part 咧，我哋會遲啲先講嘅。咁今日最主要係解釋咗恒生指數同恒生指數期貨嘅一啲簡介同埋佢哋一啲嘅定義咁樣為主嘅啫。咁代表月份1至12啦，咁代期貨月份代碼就1月開始到去12月。咁所以如果恒生指數大期嘅話呢，咁恒生指數大期係 HSI， 3月份係 H， 咁2025年係5，咁因為佢係個尾啊嘛，咁所以3月份嘅期指合約代號就係 HSI H5， 咁如果26年就 H6 啦，咁如果4月份嘅2025年就係 J5 啦。恒生指數嘅細期就係 MHI， 咁4月份先細咗啦，係 J， 咁25年係5啦，咁所以4月份嘅期指合約代號細期就會係 MHI J5 啦。咁我哋呢一個圖就簡單，可能舉個少少嘅例子，咁係恒指係點樣去玩嘅呢？咁恒指你係可以買佢升，亦都可以買佢跌嘅。咁今次個例子呢，我哋買佢升。咁例如果我哋喺呢個價位度買，然後呢個價位度賣，咁個分別同埋即係個利潤係點樣呢？咁我哋嚟咯喎。咁呢個係軟件就係我哋嘅 WinCode 啦，WinCode 32嘅軟件嚟嘅。咁如果你喺23,385點嘅時候你買佢升，去升到23,839點嘅時候，我就唔要啦，賣翻出去啦。咁即係 total 咧，你係多咗454點嘅喎。咁嗰個利潤就係乘翻50啦。咁呢個個點數嚟嘅啫。咁你個利潤就係乘翻50。
即係話如果你大期就係50蚊，細期就係10蚊。咁所以呢，如果你係買大期嘅，咁你就賺咗22,700蚊，即係454點乘翻50蚊。如果你係買細期嘅，就係454點乘翻10蚊，即係4,540蚊。咁呢個就係恒指嘅買賣啦。咁如果我話唔係，我想買佢跌，咁佢呢一個跌落嚟嘅話，咁變相我咪會喺呢個位置買，然後呢啲位置度賣出咯。咁調翻轉輸都一樣嘅。咁所以啦，你去到呢度，你就會發現一樣嘢，就係恒生指數呢係直接買佢個市場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恒生指數係主要反映咗唔同嘅藍籌股啊嘛，啱先都講咗啦。咁即係話恒生指數大升嘅時候，理論上藍籌股嘅股票都會有上升嘅。理論上啦，唔一定嘅，總會有啲係跑出，有啲係跑慢咗噶嘛。即係有啲可能升得急啲，有啲可能未反映到嘅。咁而恒生指數跌嘅時候，大部分嘅藍籌股都係會可能橫行或者會有少少下降嘅咁樣。咁所以如果呢啲咁，所以恒生指數呢，股民啦會攞嚟做對沖嘅。咁咩意思呢？就係我買咗股票，咁我買咗好多股票，咁然後可能咁恒指升嘅時候，咁啲股票升啦，固然上去啦。咁可能我買少少恒指跌嘅，咁就係萬一我啲股票跌嘅時候，恒指跌，咁我恒指買佢跌嘅時候，咪會有個利潤喺度咯。咁所以普遍可能啲股民都會攞嚟做對沖嘅。咁但係當然啦，啱先都望到你買一張大細期，其實都係有相應嘅金錢、相應嘅本金係要留意住嘅。即係都要有成10萬蚊啦，咁細期都要2萬蚊，咁所以都要大家要緊記係要量力而為。咁下一集我哋就會介紹一啲期權嘅方法，即係例如點樣可以做一啲多啲嘅操作、多啲嘅方法同埋工具俾到大家去使用嘅。要再重申多一次，就係我哋今次係介紹恒生指數同埋恒生指數期貨，同埋一啲市場嘅工具，去俾觀眾、俾大家去了解多啲，究竟個市場有啲咩方法係可以揾多啲錢，或者係減少蝕錢嘅機會。咁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投資嘅建議。咁而家投資係有風險，咁要考慮自己經驗啊、狀況、目標啦、風險承受程度去決定任何嘅投資嘅選擇嘅。咁我哋今日係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